啊，乡亲啊，继续是正大消息，来看明仔载，立法院就要选出到正副院长。民众党关键的背席到底要投倒一党？民众党决定了，因要家己提名，要推出这个黄珊珊来参选院长。民众党嘛来表明，若有第二轮的投票，因未来参加，也就是讲，民众党的决定真有可能等于是来助攻着韩国瑜来做院长。啊，大问题是背回讲，因就是尽力要来展现着党的主体性。啊，若国民党团的新总调鲍坤基讲，未来调集委员的选举，愿意甲民众党来合作。既不想当小蓝，也不想当小绿。面对哪里的结果，阁无想要做细汉的2月7立院龙头的选举，民众党确定要派伊参战，无要缺席。一致推举黄珊珊委员。我们希望两大党能够体会到台湾民众党的善意，以及台湾民众党的用心。开记者会时，黄珊珊马上充满笑容。这不只是走自己的路，更是要带领台湾社会走向公民主义的新路。顺利的出任立法院院长的话，台湾民众党党团就不会再推派副院长。这波确实有用心，因为头一轮选举若无超过一半，进入第二轮选举时票较侪人就赢。民众党保持主体性，又搁表明讲第二轮无要投票，因为国民党的人较侪，所以讲定是直接保送韩国瑜。那我们直接投不是更是小蓝？我们尽了我们的能力去表达我们的主体性。台湾民众党8位党团成员全部都不会参与第二轮的投票，说我们不投他就是保送韩国瑜沦为小蓝。这种情绪勒索的话，我今天正式以总刀的身份回应民主进步党，停止了。敢有要派人参战副院长？国民党敢若讲有备案，不过暂时无要说明。国民党鲍坤基嘛赶紧释出善意。对于所有委员会的调配，甚至召委的选举，我们都愿意释出最大的善意，来跟民众党全面的来合作。另外嘛，对民进党呛声，向民进党的伙伴赶快起义来归，不再做政党的橡皮图章，也不再做柯总召下面的这些小蚂蚁。三党拢无超过一半，国会龙头之间，哪力被过招是充满刺激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